即站在国内科技产业有影是欠人才，除了理工科呢，即马就连数学甲物理等等背景的学生，也有超过6成去做科技业，一个月是平均赚买7万块。人力银行表示讲，其实读数学甲物理的，因为分析问题的能力呢是有影较有优势，也那学生也会去考外语的鉴定来增加家己的条件。过去读数学或者是物理系毕业出业的学生投入科技产业。我们在判断一些数据的时候，可以比其他同侪更有基础的理论去知道说，这个资料是对的或是错的。那我们也可以更快的透过逻辑的关系，就是去分析说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到底在哪里。人力银行针对国内有数学或者是物理背景的学生甲上班族来调查，发现有超过8成以上的学生毕业了后想要做科技业，有超过6成有进入科技产业。因伫工课场的职务包括软体、半导体、品管甲设备工程师，平均的月薪差不多是69600块。物理、数学方面这些扎实的训练都可以用到这些应用科学方面，尤其像半导体。人力银行表示，读数学甲物理系学生有4大技能的优势，包括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逻辑清楚、思考周知。会晓统计甲运算，也有发现问题的能力。数理系他们毕业的学生呢，对于自己的职场满意度是非常高的，大概都有高达70%以上。同时，他们也觉得，学用落差并不是太大哦。他们觉得，契合度大概也高达了7%左右。人力银行讲，真侪数学、物理系学生除了有这样的优势，也佫会另外考外语的鉴定，或者是修下领域的学程，透过全方位的发展，提高因伫工课场的能力。